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到到小聽邊咧，我見你直播，這禮拜咧，我本身就是攞嚟主持，平常時唔係咧講介紹佢啊，特別咧佢咧特別嘉賓是最啦，特別嘉賓咧這邊到啲Google Meet 嗰邊嘅阿岑樂生歡迎大家，Gilly 歡迎。即係呢是聽咧，就找啲名稱去困了嚇。然後佢有是阿龍歡迎，大家好。佢有你佢細聲起誒。當然 OK 啊。來，點你用時見用時會少。แล้ว佢有頭葡萄鏡加白木波咁啲，波咁啲。แล้วก็ตัดที่做啲ตัดที่โปรแกรมที่ตัว Clubhouse 出現แล้วก็นำไซ啦大家好，แล้วก็ไม่ใช่講 Hello， ซาเกะ毛毛菇 Hello， แล้วก็เซฮันเกียบอกกินนาพีจะเซฮันเนี่ยแล้วก็จากงHello， 大家好。ใบเชงก็แล้วหลัง係新椒38號冇啦，你都冇每個嘛？你是乜咁講嘅？嚇，新椒來歡迎就請問你名咩名？你頭先知咗，頭先咩樣咗？你個訂你 unmute 你麥聲啊？unmute 呢個呢個嚇，歡迎，請問名咩名？你話名？係咁成數呢派時候都得38啲。哇！38啲有康康嘅是摸摸誒，搵我康康誒，真正甜嘅浪膠啊！哎呦，浪膠拔到都叫掉嘅，啲浪膠係拔到都叫啊！拔到落去條頸是清掉嘅 bra， 拔到落去頭落個下底去嘅是清掉 bra 咯。啊，直頭夾落落去薄薄嘅。你拔到那時講你入 stationery 都咪寫你班咪寫嘢啲病哦。會使，依三隻嘅啊，冇寫啦，依三隻嘅使嘢貴啦，咁只最唔係。我頭寫 pencil box 啊，愛加咁只嘅哦。加咁只不嚟啊！等我話即係，歡迎，你是安怎小白加即係我嘅後頂啊攏嘅。OK， 我嘅故事我是快講啦。我捌伊咧是一個真正特別嘅一個節目來嘅。咱有陣時咱應該有看過，還是聽過。叫做檳榔100嘛，嗬？是唔是？檳榔100%。100%。哦，到大頂有嘢呀！大頂有嘢，伊是其中一個，係啦，我唔是。我是100%嘅，做數咧，因為我是後尾嘅 narrator 咯就，所以我是冇啲大頂嘅，我是大頂，特別我哋後尾我哋 behind curtain 嘅，所以讓100人企喺度講家己嘅故事嘅嘛，讓大家變靚嘅，伊是其中。我記有隻 YouTube video 是唔是？有嗰個放啲 video 放 YouTube 嘅，但係就是講代表一個變靚嘅1%咯。yang ada si 4% of Indians 嘅話咧，都是咧 Indians 啲大頂會咯。哦，做咩哦？特別，即是到底係做檳榔包去做呀？冇，Devon Street 檳榔。哦 ，Devon Street 檳榔。只講一時嗰時嗰時3未幾多年啊？前隻這年啊，佢哋 baby 都8刀出嚟8年啊。哦，係是你多多啊？9年啊。18都是。唔是話，其中一間。冇，我就 baby 唔到係咧，我就我看到，because 我係 baby 嘅媽媽嘅，你是 baby 媽媽嚟啊？哦，冇 baby 冇去，because 有囡仔嘛 ，baby 冇去 ，baby 本是其中一個告訴嚟，一直代表檳榔嘅100%嘛，所以嚟說我歸納嚟囡仔，或者我出嚟囡仔嘅話咧，嚟說7% of 檳榔係children，一度出嚟囡仔啲大頂咯。哦，出邊，所以是一人10%。即係18D咧是2%。你是代表咩？我上未記咗。你是banana。哦，他阿冇齊人。English educated 嚇。哦。你是其中一個 English ed 嚇。
是 OK， 所以阿龍做咩事你會小調一請咧？這30歲啲起來呢？因為我本真正暑假做主持人嘅，哦，咱如果是咱規日用 Clubhouse 嘅姑娘男仔本是主持人，安尼只咱家己變 MC 咗，所以我成日講，咱找一個，人講是講 MC 咧，咱是坐啲電腦頭前，冇看到人嘅咗，所以咱冇現調，阿咪冇到啲，現調是你會驚咗，because 有 stage fright，人是袂做嘅，肯定工課嘛，所以我就想，依家一找正 MC 起嚟講先啦，你冇想，有講我是嘅 MC 啊，係你是嘅 MC 咯，我就覺得正 MC 起嚟，正 MC 起來講 MC 是做咩咧？講 MC 學嘅話是叫咩做主持，做咩主持人？學嘅話一點嘢，咁你講話38啲，你成日講我是你主持嚇。我比較大啫，不要緊，慢慢。你成日你就誒，你用你你38號啫，對按鈕啊。未電話牌啊呢？別去 ，screen 別去嗰度叫話。係啦，你做 What was the question？嚇咩？我講你做主持嚇。你平時做主持，你用福建話，按照講你係 as a host as MC， 你用福建話按照講呢？我未曉喎。嚇，你特別是講咩 MC？哦，你調轉人講咩話呢？叫你打。Major English and Bahasa。哦，就我問你，華語哦。哦，你係講華語本啊？可以啊，沒問題。特別你有讀哦。未有睇，有睇有講。哦 ，OK， 所以你講建招嘅華語，特別你嘅特別建招華語可能比我嘅好少。你捌用福建話做主持過哦？特別迄種檳城嘅福建話，因為巴魯最近是 election time 嘛，所以就係YB本時有叫我做 MC。樣子嘅咧是變成是冇講學嚟講嘅就，一拄着要去甲人夾票，樣時咧嚇，一度甲人唔知看咩神到你啊，真係只福建話只教講嘢咗。對，咧伊人愛我人只款做 MC 嘅 ，instead of 一個 language， 伊愛我人講甲真正一個 language 嘅。哦，所以變就我福建話本來出來啊，local 福建話啦。係啦，人成一隻 friendly to uncle auntie 啊。係啦，人我人講嘅啦，你唔是講係咪係咪佢以兄弟姊妹呢啦。因為 YB 啊，冇你 formal 啦。因叫家己做小弟咧就。哦，小弟唔是一定係條叫小弟啊。亂啊，小弟呢支餅學無亂得一年。希望啷個會使學小弟一個機會啊！你嚟教我，你嚟做，你有幾可能選啊？龍，我未咯，我驚輸嘅，我輸輸咧我就。未緊啊，你去落選應該有100人選你咧。100人咯，就是講比馬啲個少咯。OK， 我妹妹，你安怎38號啲？你是安怎個會接到這門嘅做主持人嘅這個行業？這個道，這道，這 sad 嘅 story 嚟，因為我細漢嘅時，我真正 envy 迄個人期待嘅，然後我有一個無好嘅事嘛，成日講係咪說我爸無來看我期待。所以我細漢嘅時，我真係喜做戲啊、drama 啊，嚇啲物件。特別我爸無閒嘛，因為炒粿條嘛，你知炒粿條嘅人真正無閒嘅，所以無點成看我嘅。所以我就找到一個工，一個朋友甲我講，無你做 MC 啊，我人互你一個 chance 期待看你爸有可能來看你喎，然後咯，所以掠到一個 point 咯，所以期待一到咪就說on hook 去啊，所以變做做差不多20年啊。哦哇，阿龍啊，不，龍嗰邊人住，我聽到 echo 就到底係邊？一定唔會啫，即係有幾個問題就阿John 即係炒粿條，100是炒粿條，他一大下，講下，當然顧住呢吧？到北海，對，到北海一來上。
哦唔，知咯，你每迄個動作卡講話在大聲住。個毛毛古夜仔啊，來香，應該真正濟朋友會知啦。那是我講夜來香，哦，我一路係拍廣告嘅，嗱，自己都係拍廣告，結構講啲老爸嘅情理啦，係成日拍廣告嘅。唔係伊係咩話係講做咩做嚟做濟人白路啊，隔了嚟隨我哦呀冇辣茶咧講。喲，家你邊啲嘅 uncle 咧就好聊嗰種，佢賣茶嚇，佢冇接食啊，冇鐳嘛嚇，茶咧有上次人客啊，佢名喎。啊，阿龍阿龍，啊，伊係咩人嘅？伊係咩人嘅？你 try 阿龍你 try 用你嘅 Clubhouse 買藥，我聽到 echo 喎在入邊，啊，是你 Clubhouse 你電話放出來有聲，哎呦死！哎呦死！啊，普吉曼格拉羅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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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龍 ，please，OK，佢 try 佢阿龍，阿龍你出聲未？聲未？哦，別喎，阿龍你做啊，你大字，阿龍你做啊，你見咩人同啲 Clubhouse，你見咩人同啲 Clubhouse，阿咩人同啲 Google Meet。OK，安怎是講你電話上個是有淡薄聲咯，咋阿龍？你將我聲放出來，所以我甲你講，你到啲Clubhouse 嘅位嚇，到啲 Clubhouse 嘅位 change 去換去 music mode，然後你 volume 就會 turn down all the way 啊。你當然你特別我特別 turn down all the way，特別我 Clubhouse 話機 music mode 嗬，你人會一個啫哦。你冇請 headphone 嘛？問三晒。接落嚟我人冇請 headphone 嘅嘛，是最近個嘢開嘅。特別阿龍冇請阿龍是請 headphone 咧，伊特啲 Google Meet 會講嘛，所以你換去 music mode，特別你 volume 嘅 turn down，伊都唔是用係一個 account 嘛。我是就冇看，我就出嚟啦，亂講啦，我哋點睇哈。冇我聽到 echo，直聽到 echo。你到啲 Clubhouse 你 volume 未，電話 volume 未 turn all the way down，那是你冇係去 music mode 嚟。OK，是冇講 OK。OK，來，即個主持，所以你是款參照驚歹勢啊，特別調了去講話知道。你是後面話頭知道做，到後面正行做掉，即係做主持。哇！我個會記哦，真正年前啊，應該是 start college 嘅時啦，特別 officially 出來 public 是到係你都在 SS 嘅位哦。Upper Penang Road 有一個 SS 8啊。哦，係你 club，即係出名嘅 club 嚇。我知。我人冚迄個路，迄個做一個 Christmas street party。So from 迄邊開始，迄個應該是2003年啊，2004年 start 嘅。哦，阿龍，我 mute 你麥就係嘛，你一個往少嚟聽到嗰個，所以你講話是開麥，冇講話是冚麥 ，OK？哇，自你整咯。你是講咩阿莫話呀？即係 start 是阿莫話，但係人 realize 我華南本是真好數。我就講哦，我做government差不多10幾年，所以阿莫華南會講咯。然後你是所以其實當今你是做 full time 做主持 full time 嘛？冇，接落來唔捌做過 full time。哦，特別你成日 part time 咩我是 part time。哦，特別前只濟工咯。哦，特別咪就好彈咯，彈個表哦。OK 啦，未歹啦。Over the years，人家老啊，算 veteran 了，價錢有賺起有冇？哦，你人愛請咯，按怎請你嘅啊？你 agent 還是家己人 word of mouth 在香港 ？Word of mouth 啊，家己。所以聽講，哇，這個三倍好啲啊，計夠夾呢，會請人嚟可能。冇啦，到檳城算出名啦。哦，你當然少到檳城㗎？對啊，到檳城。哦，แล้ว你去做主持，開始是做阿咪情形成個教演啦，還是就淡薄你講人選股嘅事啊？上面你會做阿咪無相嘅 event？冇暑假做 wedding 嘅啦 ，wedding 我自己少做，應該這20年啦，應該10幾年算會掉啊。哦，後面是無暑假做教演？就攞嘅啦，等陣你上嘅5比嗰個講。got jealous 你咪要做3劇5啊？
未啦，等下 you got too sexy，等下嚇，人看都無看人善良，袂使嘛對。三嘅我哋咪及時嘛，啊，Andy 嚟嘅，係啦，以前叫你水就嗰實在俾好屌咋。對，所以等下我比伊冇個水看我咧。啊，喺你一年我覺得出嚟講下，我咪話人，我買隻橋拎錯掛，冇。冇啦，唔該，所以未有講起你華語嘅字㗎了，起你四句、六句、八句嗰種啊。啊，冇你去練到嘢咧嘛，誒，你白到你，你個回聲較大咁先，你去做啦，真好彈你都做。咪攞做嚟做無 market 啊嘛，你鬧咁先啦，你鬧啫，冇你特別有 modern twist 咁噃。嘅事啊，呢實特別好啲，佢立咗嘅事啊。啊，個 shaggy 咁。你講唔對嘅時候，佢一邊嘅。受氣又冇嘢事啊。你講唔對嘅時候，該開起來一邊嚇，棒棒粒就嘣就都未記嘅人佢啦。大不啲嘢，attention 嘢。 Oh my god！ Look over here！ 嘣，爆炸啫！哎呦，你是做事啊？你開始是做蝦米 event 呢？還是你冇做搞應？蝦米活動？我是屬真正versatile，所以 that means 真正做迄種 corporate 嘅 program 有做，even family day team building 喺物件 annual dinner 我做真正濟哦。哦哇 Then corporate 佢係 corporate 啦。Then 若是 government 嘅是真係迄種 government 嘅 formal 嘅 launching pelajaran 喺啲 event 啦。然後 election 嘅 time 是看我真無用嘅啦，我是其中一個好彈咯。首年啦，YB 之後。哦，食啦，人食白看到你得啦，會唔去嚇？嚇，有個人會對我落去，做你嘛就記得咯。哦，見聽你講啊。嚇，所以我就我去這個 YB 嘅位嚇，這個 location 人會對。一時對你，一時對實在比好啲。唔知啊，應該是對上背好啲啊。把頭你咪拍開。我我都 consider 掉，whether 我 focus 上背好啲啊，是要 focus 白油啊，即幫補嘢啊。我叫伊何畫面嘛，我講幫特特諗部一個畫面啊。我喂 Clubhouse 嘅 profile 俾畫面啊，不 profile 是你家己嘅 profile，我是講你啲節目裏邊咧，我按照叫你嘛，我按照叫你，所以一直 add 有幾哪裡嗰就，伊講話三年路，教講話人就是人嚟講嘅。係啦，我咪大粒咧啊，加車你名出嚟就，咧入邊一上嚟嘅，冇實特別好啲，一實咧是40啲嘢就，哇，咧只減啊，40啲就喂減就未佢哋個 humble 就冇講減落結緊啊，30比較好聽過40號嘛，38都冇啊，38啲，特別好，你按照講頂到風險會變形呢？你做咩事風險講頂到，你只係無人期待頂加講話了，你唔捌做過，做咩事你風險你個會變做掉去咧？你是搞蝦米物件咧？到底？唔知喎，唔知啊？唔知係咪數成個？應該是有成個講，你期待到是感覺就講甲人講話是人引到對你啊，是看人做老咗人笑啊，什麼拍手啊，什麼一個做你成個有心要去做嘛？特啲有隻理由嘅嘛對你。冇 reason 啦，啥感覺就講，我若是做甲這條，是毋是我爸會其中一條會來看我？哎呦，所以是真 sad 嘅 sorry。哦，你當今你要做咧，就要去你插個條面頭前去做啦。So far 我做安尼這年啊，醫生應該看過我一刀呢。哇，你報應嘛人，你哋介紹去插個條啊，死人大去嗬。你當見個心哦，當見個心上好你爸看。哎呀，當見插伊啊，我把你有淚好啊。right。特別你聽到一落來，你歹勢講話說甲你朋友，你是搞夾本嘅哦。未，我只店。哦，真奇怪哦。奇怪，出嚟嘅。安尼歡迎佢。So 人講母愛很偉大，我感覺到我爸對我 effect 真大。哦，父愛就無蝦米啊？是不是你要
會 present 佢看數。嚇，咁硬嚟咯，因為釣住人就好靚嘅嘛，都唔知。So 調住人就較好咧。OK，所以你平常時教講話是安怎教講下？你啲大頂時你係咪物件成日特別有 skill 啦，特別有會曉教做咧，你嘅做一個出色到啲MC 嘅事。MC 啊，MC，sorry，MC 是好食 MC 啊，唔是去看落觀嘅啊。OK，嗱是講 I share tips 嚟講咧，特別好類。我 personally 咁大條講，冇，我 OK to share。我講我就I睇正濟冊咯。我讀只字冊，I 話地特別只字。That means even current issue 係咪㗎咧？我特只有看新聞啊，係咪啊？所以 current issue updated 啊，係你物件，แล้ว我睇正濟物件，啥特項目有知淡薄，所以 at least 都會無意中有一個話題出來嘅嚇咯。then 一個是其中一項啊，一個報對啊，then 第二項我感覺就你愛嚇，係咪物件我愛知？แล้ว我感覺到你愛頭腦愛轉正咩？Because 你愛臨場反應啊，你 spontaneous 哇！你愛真正 spontaneous。依個華語較好嘅話，阿毛車啲嘅話，伊唔知做乜事，伊安尼字你奇怪怪定能字攞出嚟㗎啦，佢就。呢啲係嘅話係華語。伊banana 無夠食啦。哦，我是 banana pure banana，特別我就係用我嘅腦 translate 華語正濟嗰隻喎。做估㗎啦，應該是做估喺度學掉物件咯。對。你如果看一禮拜接到一條，你可能講。我無濟啦，我是屬於老鳥啊，所以真少講嘅。咪女人暑假除迄種卜卜脆啊，32GB 啊，肯定使嘅。可憐呢嚇，我大一驚影響到幾年哦。對，你32GB 看無物件，愛放龍膠無龍膠。到邊啲 YB 冇嚟咯就，Joanna 你一禮拜都忙嚟個好啊，YB 冇嚟啊，一看到你嘅大臉。別緊啊！迄個 YB 白話㗎了咧，我看。因為 YB 冇零舍，所以你其他嘅冇。你做股嘅時候，你是大起還是細起？我是意思是講你工錢大起嘅是細起。工錢大起啊 ，because 咁免接啊，你接單啊嘛。嚇，不如 because 真濟小人囝啊，唉，計搞嘅嘢，啥搞啊？做咩事？講話。小人囝真濟暑假做 MC，然後伊人感覺對講伊人讀 mass com 都成日真搞講話。then 小誇成日做淡薄 blog 啊 vlogger 啊，嚇那都感覺對成日家己搞主持，嚇你物件，所以伊人出來啊拍行情哦。真係借 low price 咯嚇，then 我人這種是屬於單人吹咯。That means if 你知我 quality，你愛吹我，你就吹我咯。所以你咪去甲人超成你是人單人來叫你嘅時，還是就再講你好無好嘅時，甲來請你啦。嚇，較濟啦，較濟是都對來嘅咯。แล้ว係你無好嘅，你細講你一個朋友啦，講 OK，我幫你出來想講只教，你會學有咩 tips 會教人安怎？係咪做咩？係咪屬樣上講樣家己教？特別做嘅是無咪？我 feel 到是較濟是 school 學 confidence。我等 school 學上濟 confidence 啊。所以無好不可以 confidence。我樣讀 mass 講咩？樣上講。家己 mass 講畢業出來，就真教講話，對做這個物嘢㗎了咧，就講我 mass 講咩嗰陣，特別唔是嗰啲 mass 講，咱本身就做這個，因為 mass 講本身是真係快嘛，伊會做真係這物件，所以 mass 講出來，嗰啲對寫copywriting 咩唔是啊嘛 ，copywriting 咩看好嘅是無好本嘅嘛。而且安怎個是算做好嘅主持呢？臨場反應你愛講咩 ？Seriously，你愛講咩？你愛曉 catch。
你愛食認真哦，對哦，你愛 catch 物件哦，愛食咩哦，then 愛醒目哦。講笑我冇人笑先好啊！你講講笑話冇人笑，是家己笑啊。對，這是邊個學見18年來告訴，冇人笑是家己笑，一聽到你笑到笑啊，是唔是？啊，對，冇，I think 就是而家講笑話冇人笑，嗰時而家唔捌喎。特別即係是其中一個 tips 咯，若是而家係 share 嚟講，你家己手上愛有幾哪裡笑話是會 confirm 人嘅笑嘅。冇嘅用嘅。confirm 會用嘅。嚟講一個嚟，講一個嚟，講一個嚟，正學邊啲學見人笑。咩啦？阿媽伊度講好笑嘅物件嘛，伊度又講四句，講老狗狗狗嘅咧。老狗狗狗隻西頭。啊，對。伊度有講兩講四句。嚟講乜嘢？嚟聽。講笑話。講你成日講夾出嚟，寫嚟領獎嘅時啊，哈殺出嚟講嘅就係咩？你第一舊講嘅是你啦，如果特講，我估你用嘅佢拿刀了嘅啊，嚟死，我有一個是用嘅佢拿刀咧。Secret weapon， secret weapon 嚟。normally 是家己講家己哦。成個 before introduce performance 之前，成個講 maybe 佢 performance before 嘅真 boring， so 我 introduce the next performance， I 成個 hype it up 啊，唔知好看冇好看，但係你 still hype it up 嚟講，你嘛成家己做笑家己先咯。So the next performance 是應該是比我38號嘅大啦。So 誒，你用你38號啲嚟做本子哦？有啊，迄個物件掉到身軀，掉到頭前，咁人看個了嘅，咁嚟用，係啦，咪需要個嚟用，冇了掉去哦。對。所以我是買把油本啊，特別是出去，看買把油。咪攞 upgrade 咧 ？upgrade 下，攞係38號啲，還是買數把油咩使？對，我只出名係你把咯，所以我愛看38號啊，是愛看把油。你把叉龜條有把油泡，還是？有啦，冇把油泡乜嚟食啊？叉龜條。我愛直接把油泡嘅。我把油泡個標緊咯，我愛用係咪去拖茶嘅。哦。好了。我要去食。你講頭晚咪講咪，到底伊個佢講什麼咪？巴海椰來香，你去巴海，你吹椰來香。椰來香，叫我叫啊！全部得掉會去嘅嘛，椰來香先下掉瓜。我叫我未記，我唱到，我去搞時，巴海嘅香格里拉，我講。我是差咩？我同你講。香哦。嚇！我是香個一條瓜，然後呢，我就是香格里拉啊。你若是講做一條字第一行考得要派彈這個類嘅經驗是咩物件？係咩物件做路上行考做數哈when 一個uncle 甲你超賣哦。超賣是超掛是講話？講話。我做過真正坎坷嘅一條是 school 嘅 canteen day 啊，係啦，然後我是無鐳夾嘅。我是使只去做 for 我 friend 呢。But when 伊人講你 official MC 哈，你咪再另外一個 uncle 是伊個 BIBG 嘅 chairman 啊，嚇吼，伊甲我超賣去喎。然後伊叫我賣，亂講啊，來，咱食叉龜條啊，這邊啊，來，這邊有班掌櫃啊，啊，咱啥 anytime 本是有伊個聲，所以話迄個而家白切哦，伊個媽嚟嘅，你拎嗰啲擺而家搬到去啦。好靈活，你看是安怎啊？你安怎成日解接到啲嚟啊？讀得嘅靈活啲，你成日讀到啊！來，去嗰邊拍隻手嘅槍都對埋呢。冇啦，我較水嘅啦，我徛掉呢咯。然後你愛經我是愛經伊，你家己經我。唔要緊你嘛，我反正無鐳夾。If let's say 講我是 get paid 嘅，嚇我就愛做淡薄物件啦。特別無 get paid 嘛，所以嚇咯。比如講其中一個真坎坷做嘅 event 是，你捌學過 VIP 上路。
VIP 上，你但是哈咪事你講唔對物件嗬？對。你在I think 這個應該阿龍會笑我啦呢。講最近是有一個 story 講林冠英跟曹冠佑無名啱啱咩做 CM 咩？對，對，係了。其中一個 event 吼是真正大條嘅 event 吼，是差不多應該有300-400人啊。你告訴你會使講出來嘅啊？會使，我甲你講300-400個人，你冇你唔知咩 event？你我甲你講有 VIP，即個兩人本是 VIP。冇即個兩人冇，但是基本上咩嚟住呢？即個兩人本是 VIP，加了規世界邊人知啊，無咩 special 啦。所以即個38號啲做第一錯嘅物件，都是 introduce CM as 林冠英。喂，即個唔是上路的，即係強。我是嘢話。你亂咗啊！你講唔對。我啊。Astaghfirullahaladzim, minta maaf, ampun. 冇啦，你是老椒，是你是想較古早嘅CM 嘅數。Actually 我做真正濟一人兩人嘅 event 我做真濟了。แล้ว我應該是安尼啱好看到林冠英嘅時，是愛叫曹冠佑期待嘅時。哦，我係咪說走去看林冠英？我嘛唔知，係啦，講錯名啦，把家己哦。你亂笑啊！你幾條人，安尼有 gas 喎。我甲你講下，迄個點聲，迄個 moment 啊，我成個是靈魂無敵。你靈魂撲出來啊！試啊！了你在迄個感覺吼，成個你激使啊，使無出來啊，了你規身汗毛冷汗嚟掛吼，流冷汗，流清汗。唔知 from 個跌出來啊，是倒落位出來，總之是規身軀淡淡迄種啊。你特別個會夾俏面喎，係啊。嚇！了你成個極條使啊，嚇啊！特別你個愛笑，你個愛 keep the posture， 了你個愛當作但係我冇講錯哇 ，next proceed 個會夾死嚇，個會愛夾死，個哋愛 go to the next sentence 啊，你嚟看，你個愛 just steady。我就明白。哇！我甲你講，你在大頂徛條。大頂徛條40人，愛單條的photo，迄個40人甲我飛過來上路。哇！好直接把出現啊！真係。我來是 government 嘅 seminars，咁啦，別使叫伊了咩？所以你 imagine 啊，迄個感覺，你在迄個靈魂無敵嘅感覺啊，嚇，迄個我就是迄個我嘅 moment 咯。所以我特別我做幾十年 one moment。哦，你頭一擺有人看你迄個呢？特別你咪是特別嘅，你面配特別高走緊嚟吐落去，你看咪是特別呢？幾條啦，佢哋執起幾條喎，哦。Suddenly 你 blush 成隻硬痕咯。嚇！然後 after take photo 咧，嗬 ，after announce 咧 ，after 過迄個 second sentence 咧，嗬，我嘅 partner 徛到我邊有一個 co-MC，伊甲我講：你講錯話，剛才你知道嗎？我講我知道，不過我剛才2秒鐘沒有在。So let's move on。So move on 咯。哇！特別即係安尼看咪是經驗咧 ，actually 你是特別做過，你特別有安尼款嘅感覺，你經驗過安尼款嘅，咱叫做是叫做落勢啊，是無變嘅，即係經驗啊嗬。特別你嗰條硬落去，你知道你嗰邊做幾條的，佢唔是講一頭拍落勢就走去的。特別我甲你講嗬 ，after 迄個 moment 啊 ，after 迄個 take photo moment 啊，你在林冠英有笑啊吧？你解練啲後頭嘅？哦 ，very 的練 ，very 的 friend。very 的練。
哦，誒特別好，我是奇怪，你看你無聲無聲，你看你歹勢，安怎會教學到你看快教講話咧？即係好 I join Toastmaster。哦，要去布羅迪，我解啊，對，布羅迪我解啊，淡薄。哈，哦，淡薄。誒，你是多什麼生學對哪呀？我曾經是學一個老鳥塞我去帶啊。Then from 迄邊了 feel 到講家己上個少真濟物件，學真濟物件。But 即個是 based on personality 啦，我是一個真正好學物件的人啊。Anything new pass 互我本愛學嘅。So 我 feel 到 I challenge 家己啊。你咪是家家啦。家家去啊呀，無家去浪壁，你毋捌浪過壁，你咪仔講壁會定。對。特別有人是賣，有人驚死。我只係浪壁。講，伊 personality 是安尼款嘅 ，that's why 伊會成功，啊無伊未成功。啊無人再叫你曹冠英、林冠英，哦對。actually 好，其實好。我到林冠英請你 PR 嘅人。如果是伊有叫我，伊直伊只笑我啦 ，actually，伊就常看到我 on stage 下面，伊本嚟叫我，教我嚟食hand 下面。so 真 close 本嚟。其實好，actually 我是唔實講係是比賽接邊嚟，冇人白路啦。我好，actually 我冇未在接線咧，接邊嚟。你又見？特別我係邊我係邊淡薄成個卡通嘅邊，我係邊特別伊係邊我邊，你講咪曹冠英啊？咩啊？曹冠英。曹冠英。哦，曹冠英。曹，這是寫招嚇曹，我冇是曹。哦。曹。哦，你只比我係曹 ，OK。哈。現在比我阿龍。哦 ，actually，伊真正出名嘅，真好。特別伊是阿莫西咧嘛，嗰啲像嘅嘛，唔是？伊華語比較較好。伊是阿莫西。I thought 伊家己講我只看只 speech 是伊是講伊是阿莫西啊。哦，我都唔知。你記得人家是只古。yang nội địa不是阿莫西嚟，特別yang內地不是阿莫西，而且yang內地本唔是邊樣嘅人嚟。阿龍啊，阿龍，ยัง唔是，所以ยัง講學嘅話就ยัง講學嘅話真係好嘅咋，ยัง佢大丁講學嘅話，就是偏你那個 CM 佢大丁講學嘅話是唔是邊樣嘅聽嘅？你是講連上我哋本啊？你是講伊人去大丁嘅是伊家伊平常時咧同你講學嘅話聽無上嘅。因為又唔是邊樣人嚟，又唔是真正。你中部 Central 加 Southern Malaysia 嘅腔嚟嘅咋，所以你淨係聽下就講超唔是邊樣嘅人嚟。伊唔是調叫，唔是都，伊是講學嘅話，特別英學嘅話是另外一個腔嚟咋。所以偏咱人係代表邊樣嘅，兩個人去大頂講學嘅話是唔是邊樣嘅腔？你特別係你唔是冇大數啦。你是講個伊蘭羅你講嘅學嘅話，唔是甲邊樣嘅學嘅話冇像嘅。我成日講你講伊，特別平時講話是唔成日講學嘅話啦。你我再講林冠英是到啲到嚟出事，是到啲馬拉加，哈。到馬拉加出事。特別人平常時應該是冇講學嘅話關係嘅，有陣時講學嘅話嗰陣時應該會 catch up 邊兩嘅學嘅話嘛啲。唔是咯，人哋依個日本先是會曉講嘅人嘛。你看到嘅？依個日本呢個日本先是會曉講嘅嘛。所以變咗講，你未必及到 new 嘅 accent，如果英國人去美國冇關同佢就日本是比較講美國話嘅。美國嘅話啦。英國人去英國人去美國20年啊，伊嘛是冇講American English，咁咧嘛是講 British English，教死時節。係咯，超過呢伊嘅是 KL 嘅人嚟嘅，所以伊人嘅腔是真冇聲嘅。特別伊有一部好就，我即係是話，即係另外一個話題啦。伊一部好是以前就 support 邊啲學緊嘅 as a heritage，伊就 support 嘅。OK。最近我看到嘛，講伊 launch 嚟咪，對，都是伊來嘅。伊 actually 真係年我未離開邊咧，以前伊啲台灣是邊咧 one of the Georgetown Festival 嘅 event 裏邊，伊冇講過啦，伊起來大頂，伊講咱有只是 heritage 啦，其中一個咧就是邊咧嘅學嘅話，伊家己
真脆講你都有隻咩啊哦？加錢你即 already start 啫，以前冇事咩？阿龍啊，你當然要用到你麥咩？有啊，有陣時你買咯。一下成日唔知道你係咪出啊？你 shit。OK，你繼續講。OK，特別我講用到麥嘅時，我根本每到啲咧 MC 啫，人嘅沙特背後啲，你麥 sense 是查到啲浪膠嘅。I wish 你邊啊？你上手甲變得水，啊，手甲變得水哈。你愛你用麥，咪是特別有 technique，淡薄教用特別對，啊，你係講法用麥嘅即個經驗做主持嘅事。特別你actually 講真啊，38號啲啊，我只細下嘅時候真正是白嘅，他們數人咧細粒，我咧大粒嘅。哦。所以阿咪做你咩數人未走嘅啫哦。because 佢自己擺喺裏邊。百多。OK。我想問你走係講話事，即係實在好大，睇下我。誒，我係邊做咗三個白學路，去玲瓏。冇，你走啊！你驚自己到頭俾嘅。哦，你驚脾氣頭整。啊。細下嘅時陣。真係冇暑假誒！你講做咩暑假人先？做咩人是乒乓，我是拿球，呢？對咯，咁啊，係咪暑假人把路個把事故呢？我係真笨。把事故，你是咩？大粒絲瓜，你是絲瓜啊！你 OK， 講到啲麥，你用麥，你是做主持，其實你即係用麥，其實事實上我是超怪人，用麥咧其實唔是講簡單咁夾起來用嘅，你有 technique 淡薄嘛，所以你用麥嘅是按照學到嚟，你學到係咩物件？45 degrees 咯。哦，講緊 be pop。咁樣夾麥。嚇，咁樣夾埋，如真濟，你看人濟迄種 TikTok 嘅人啊，是蝦米 speaker，嚇，伊人真個好難啊，可能是笨蛋啊，夾迄個麥吼，蝦米水嘅麥頭度挖掉你喙喙嘅位嚇。你是講你教他麥當娜，教到啲魚啊位嚇？冇 ，I mean normal 嘅 wireless 麥啊。normal wireless mic， 哦 ，OK， 你是夾一支啦，一支鹽料啦。對，我是個김치嘅嘛。嚇，我咪是김乜個？哇！kimchi 嘅就係講少個解數啫。哇！哇！Q 隻 Nokia 出來咗啦。誒，你講你唔係，你講係咪得多人做咩事嘅？唔係半段時，一半段夾起來一吹，就是講一下到啲腰嘅位那款呢。係啦，是個 cross 閃過頭。嚇，暑假係閃過頭咧，伊迄個麥嘅頭吼，伊暑假挖掉伊嘅喙，剪嚟，所以安尼喊你會，你剪落去下，所以你會聽到嘅聲是聽到你嘅迄個呼吸聲啊，呼吸聲啊，所以你盡量賣挖喙咯，迄個是其中一個特點。當然教你講啊，即係當叫即係阿龍走起嘛，你啲泡個邊係咩唔知？伊下你話即是解用麥啫啦，你吹麥。阿 John， 我叫把了，特別播伊是搞只隻啊，頂到時用麥，伊頂到時伊把路塞個 house 時用麥時冇咩識過嘅，當佢只識啊，是講當然冇別播啊，是講講你男仔唔係，我是人嘅年啦，啊特別有嘅，你帶過咩？帶過咩？帶過咩？阿龍劍麥。阿龍是劍，伊麥冇劍，我係麥。OK。哎呀，แล้วก็เขาไม่มีการไปจ่าย看 feedback 咧看人佢嘅 speaker สิแห่到你買到 speaker 入邊嗶呢嚇。迄個袂使。盡量買挖 speaker 咯，袂使徛 under speaker，所以 speaker 你看到大刀一粒嘅嘛，嚇，迄個就是出聲位，所以你袂使挖伊就對啊。你買就是哇，你攞去看16歲嘅卡。sorry，我未記，呢個就係人車保險。anyway，OK，所以嗰個係咩物件嚇？所以你會面皮
做主持人嘅應該面皮是比人嘅厚，對唔對？對，應該是比你卡全配較高哦。唔可能嘅，卡最皮，比佢卡最皮厚。愛食高，對。所以你愛人做蝦米物件咧，會做你成個哎呦歹勢嘅啥物會第一人。沒喎，我 feel 到應該是 over the years 嘅幾年應該已經比較歹勢嘅。叫啦，冇啊，我是講頭啦，成個講普通嘅人去啊，人做蝦米物件做你歹勢，特別對你嚟講無效嘅。是唔是無人成個你甲人講話時啊？你成個你做主持，甲人講啊，大家蝦米嘅啦，無人應你，嗰啲就點呢？嚇，迄個捌着過咯，頭嘅事咯。then 有一個 technique 啦，會使教你是when 無人互你 response 嘅時，也許無講話會較好咯。嚇，所以 when 你講話了，無人聽你講話時候，你會咁做，你深呼吸 ，over the mic，and then 停，咪講話。哦，你係 suspense 咗啫。對，所以你 audience 都會無端端就係咪數下，所以嗰啲人會變過來看咯。So that is one way to attract 你 audience 咯。成個嚟，係啦，停佢，對。對，嚟阿龍嚟 practice，嚟。啊！一間啊，搞你請問你已經做主持人咧，做咗幾年去啊？畢業到吧，你話應該有20年啦，一路。哇，老蕉啊，一間。我明年40歲啊。哇，明年40歲，你講做幾年？20幾年啊？20年啊！college 噶吧，你20年。18就會咁先start。你安怎咪做 full time 咩？你做冇做？我都是 full time 嘅咋？你平時做咩工？你真冇用咯，就是佢做成個 full time 嘅，安尼一場特別一個唔是 full time 喎。dancer 嗰陣時，我係咪dancer 別啦？我咪係 dancer。不 freelancer。哦 freelancer，對，走去跳舞嗰陣。我想可以講 dancer 本喎，我都看你食掉一麥。我聽到 dancer。阿龍食掉一麥喎。阿龍我看你只伊未看到嗬，你未看到啊？我未記。我未我到 clubhouse。哦，免，伊啲食掉一麥嘛，但係人講一麥，一段啲減掉。哦哇哦！一減掉好多。然後阿龍咧，阿龍你安怎想到要請一間呢？一出邊我講話一間人講嘅時候，無到房間嘅可能。我一來本就做主持人嘅，我就想要做。哦，你想要不該擺書咯，叫伊教你係咩物件？我本唔是講別曉，我本是別曉，咱會曉人咪是咪有物件學誒？我人想白當我希望我有機會先會使交流啫，就我本是我就講我做過，我嚟過呢以後咧，我是16年嚟過呢，我啲過呢我冇做過，因為講過呢我未好寫嘛，我因為我唔是。都條後尾數咪我連長反應個爛啊！我講都條後尾數字，我未曉。你就講過年，我話我到到佢，我未曉咧。我回起來咪又我係過關啊！係咯，行業實在啲發生真奇怪嘅事咧，你叫我去應對嗰會啊，你點寫？我俾人講，我未就而家唔是我係買到單嘅，所以我未練到對咗。我特別咧可，安尼好衰唔衰咧？我嚟舊嘅第2年咧，只我17年啊。往啲多下 LG 啲多下有一個 event 嗰時，所以頭家度搞白橋咗去多下嗰時，所以佢個多下咧，LG 樣是一個 event 嚟，咧樣俾sponsor 唔知係咪物件，所以就是講 sponsor 嘅 corporate 咧度係期待頂有三類 session 可樣嗰時，有做 seminar 啦，一大堆啦，用河類啦嗰啲，所以用河類咧，因為上獎就上獎和大咖借掉咧 journalist 啊，顧部上國家 delegate，因為上獎就，你呢隻橋 LG 隻橋啊，伊唔知做咩數，伊冇出現嗰時 ，LG 是韓國票嘅嚇，韓國票嚟啲，係咧，我頭家同看到話就講，
等陣啊，一你去做上次我就代表啊，已經for 你啲 award giving 嘅點先嗬，嗯你去做，我就成日叫我話去做，但到開時講 English 啦，是講 English，because 啊 English 是 international 嘅，所以我就去大頂啦，我就話我就你假呀實特別好啲靈魂保險嘛，我係靈魂接嚟㗎啦，哦我靈魂接嚟㗎啦，我有你上面係攞入袋包到啲頭整嘅，我特別我本無想就講，我去大頂啦，我係騎下穩，因為所以冇見人嘅咗，冇見人。我記得都冇見我看到大咖啊啲人，你冇 stage fright 啦，我冇 stage fright 嘅，意思我嗰陣時話咧，我就冇見啦，because 我是一個會曉，按照講個 interact 了，我 presentation skill 啊 ，public 啊，我 speaking 啊， presentation skill 嘅，所以做咗佢啊，我頭嚟講，你都 OK 喎，所以一講啊，對啦，一個講起之類數咗，係啦，我講話特別 after 安尼幾年啦，你叫我啲大丁講國語，我是做唔到嘅啫。迄姐姐是因為我哋大啲是講 English，所以我冇問題。你當劍咧，當劍你加講嘅話，你見得謝你啊？未本，因為伊唔是我嘅話，伊唔是我上面嘅話，就講你對咗 script，睇你看你 OK，特別係講你俾 host 啊，俾我係你臨場反應係你我未咯，覺得我想練嚟講。誒，我甲你講咯，我真正我來時我本未當今啊，我甲人若是我甲人上名，我別用阿莫話咧，我當人話我甲人上名。我福建話未講出來，未，because 啊，國語唔是我係 second or third language，意思我唔知第幾嚟咯咋，意思佢個阿妹係嚟咋，所以我是會交朋友會上網冇問題，作伴啦，叫到類本嘅，我未上名，我 until now 我少是未上名嘅，我睇到書嘅咋，所以我 start apologize 嚟咋。我解釋物件，我有陣時福建話我講咧成掉踢咧，我若是斜講啊，我福建話講未出咧喂。但係我冇教你先嚟 voicemail on clubhouse，我斜講咧，我邊我邊阿莫話住，我斜講哎呦，你真係講，你我唔咩？我直接幫成免啦。叫你練舌啦，練舌。OK，我教你嗱什叻沙，你訂了一買嘅時候，你嗰個佢講未出嘅時候，你家呢個係受佢去刀柄，一十八湯就走出嚟啊！然後你企喺十八湯嗰邊一對啲啲企啊誒。哦，OK，所以特別你講唔掉本好，你使當對佢哋 segment delete 誒。我拜過冇講福建話咧，喂，我就是阿莫話出嚟㗎啦。係咪冇上可以經驗阿龍？有咯，我拜過玫瑰棒嘛，我咪留住你 message，落佢刀，落佢刀，我落唔知10杯就刀個，我佢看到你二個一直練，呢個齊講，係我試一齊講嘛，我就見呢個，係咯，你睇人你咪見呢啲咧，我頭自己就 delete 掉咗你 message 咯。阿龍計 professional 嘅，喂，是唔是話10 又會就你係搞嘅？你是 the product after 唔知20幾刀落啦，幾刀？誒特別好，你知唔知成話阿龍路人是你係得嘅？誒特別啦，乜事唔知啊？特別唔使講，台灣唔使講，你就頭自己嘅事。我咪是留 message 我夾大家講，哦，這是新嘅 feature 係咪咪嘅啦？然後林細去 test 是 delete 去啊。林細我 delete 過你啊！林細你免驚，我家己 delete 我家己唔知三刀啊。我是 banning 我 delete 食，睇你食乜你咯。So delete 過你 conversation 嘅。啊，對，一做上應嘅啦，一 delete chat 加 delete conversation，人哋應 delete 掉。But anyway，若是講你人，我本每看，當今人嘅嘅邊啦，當然冇出聲啦，較歹勢啦。然後我後面叫咩梅人嘅38號啲，就講做主持後面叫咩梅，我幫下咯。Q&A， 哇，嚟，冇人，我是咪真梅你歌自己寫係嘛時候？你 script 是自己寫嘅咧，頭個妹自己寫嘅咧。我冇寫，哦，我都冇你冇寫，你人講嘅啊？冇暑假寫 script，寫 script 嘅時候查下，是人講嘅啊。對，你 outline 係咪啊？ so normally 是 program 咯，冇咯好啊，你 program 係 run of show 啦，後面嘅就係下面係咪嘅？係啦，你好啊，你 VIP list。VIP list，OK。我你聽講到滯啊，但係所以講到俾你頭殼到俾正靈通嘛，you have to be very flexible。
你一個 framework 呀，你 framework，but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你平常時就 start 開麥時，嚟緊你做一個event 是成個 corporate event 啊，就去教是開掉時係安怎？會做咩事？可能做安款啊，可能噔安尼時成個可能excited 啊，嚇安尼啊 Depends 哦，這裡好聽，這裡真好聽。แล้วรู้อันจะ講咧嚇，你就開麥就噔就你會開咩？就開麥是講咩？嚟各位兄弟姊妹，你看。我做只 annual dinner， so mostly 我會做 according to 伊個 team 嘛。上個 for example， 你 imagine 上個你 on the stage for 上海灘啊，嚇啦，上海 night 啊，嚇你唔知啊。咁你情場心。你會開場，有可能是 from stage 嘅邊啊，要你會唱衫 ，show 你會卡，喊出來哦。OK，即係你會加咯，你是加咯，你會做物件，你袂使拍死啊啦，你做主持。You have， 我而家未曉拍死去啊，已經冇這個字啊，I think。一邊配下教佢卡配啊。真正教。後邊我講一個 interesting 嘅 story。嚟。我教人小拍嘅 story。哎呦，小拍啊！對。做主持是做 MC， 冇 after MC， 你在做 MC 嗬，我諗其中一個 struggle 就是你愛請正 ，actually 大波甲查某 MC 真無相。無飛大波嗬，查某就要請。你直接無飛，黐拉街嘅嘛咧。直接黐拉街。大波嗬 ，mostly 你 investment 是 maybe 5條骨，然後5-6條帶，無相嘅帶 ，and that's it。我查某嗬。無相嘅喎，尤其是吧，你係咪物件㗎啦？po social media， 你愛做淡薄 self marketing 啊嚇呐，所以你衫若是要 repeat 嗬，就變做啥無爽，對。啊是人講咯，還是你家己感覺哎呦賣呢？家己感覺要賣啦。哦，所以你 standard 是想講，你袂使 repeat 你嘅衫啦。對，所謂賭嗬是。我紅已經掉塌出來啦。哦，你紅冇以前啊？到底你冇以前啊？哦，你安怎你看艱苦哦？你咪是你唔要去要睇水晒哦，免請免買咯。水冇達咯你哦 ，because 水嗬一條衫吧，你是500-600塊，我買一條我300-400塊。哦，你會使成個上一行人面特別，你都要吹30倍好啲。對，這個本是真大問題，無解了會穿我嘅衫。對，你袂使成日講啊，朋友上換呢，袂。嚇，我本未穿別人嘅，我白油啊。阿龍啊，你頭家有講，來，我到底向韓國嘛？我你要學功夫加30倍好啲，上面咧頭一條要有 confident 去大頂，請你去做，互你領30倍好啲。伊本 give up 啦，伊 actually give up，even 講 speech 本啦，伊 give up 我其實頂講 Korean 嘅咋。哦，一直叫你，但係你講都未。要叫我邊度打哦？我有做嘅，我後來啦，我同佢做8年啊，我用 Korean 做 presentation， 跟住做佢一刀你都做。哦，佢一刀呢？佢一刀是我真係聽未有講。特別動機未夠好咧 ，because 我後來我學到一個 skill 嘅，就是講 presentation 嘅對，你係使幫 memo 嘅，你做，係使幫 presentation 嘅，對 note。係了，你開到 computer 時，你嘅 note， 你看會到，別人看未到。我未曉嘅就曬點先啊。哦 ，presenters notes 啦，我哋有咯。所以當然我有開到 computer 咧，我對到睇落嚟咯。特別我本時 until now，我係 presentation 嗰陣時用 English 做嘅。because 伊 feel 到 under 這年啦，伊 develop 出來嘅 process， 我係 selling point 冇上曉啲公司裏邊。所以嗰時講一點。presentation English 嘅話啦，一面見嘅就，以後我3節點先，一點嘅話啦，3節裏邊咧，我 translate 嚟做好事噶啦 ，translate 埋喺你 slide 啊 ，then 我個背好事了去做 presentation， 哇！即係你嘢成時話就 Korean 意思冇可能去下達話咧，當然。因為我每次咧30倍好啲，你講背物件阿龍，我未曉背物件喎，你就背，你教背物件。OK 啊，你淨係看咗 ，OK， 你背起來了，你正，我未背物件，我頂我。
我未做 words by words，啊就是啦我會做咯愛嘅物件。係啦，所以你冇乜嘢，你成日講你讀，你咪講下咪物件，然後你自己練你話去講下幾項物件咯。特別你袂話背準我是袂哦。我會咯，我係做冇㗎啦會啊，啦。阿龍搞，阿龍，成日你叫我做戲啊，做啲咪講 presentation，我做啲嘅，啲都我未。變年白點先，樣嘅 show 啊，然後 Farida 一來啦，一做一個 show 嘅話啦，我講嚟講啦，我自己邊一聽呢就，不如學背起。啊，我要講嘅話，樣就 miss 掉到一個啦，我會記起。喲，誒，啲實成，人實成嘅。你想啦，甚至我哋做兩禮拜啊嘛，係你 show 我。做 rehearsal，所以我讀古人冇古人人哋快嘅，我講是 OK，但係你叫我讀嘅話咧，我心讀真係快嘅咋，你叫我念埋出來嘅話咧，我未咋，所以有時我看冊嘅話咧，我比人家慢嘅，because 古人人就standard，樣就看，因為目睭就掃佢啲字啊，樣就知咩物件咧，我特別掃佢咧，我特別我心裏特別讀迄個物件出來，我計就係講咩物件嘅咋 ，because 伊唔是我嘅嘛得當嘛，所以我係你幾本嘅。忘嘅 script 啦，安尼讀本就咗啦。所以伊嘅 script 裏邊啊，嗰啲是古人字啊，嗰啲是古人字啊。所以人當然人講嘅，แล้ว我哋樓頂做會嘛，我做會嘅話咧，我嘅 room 就被冚得啱數數嘅咋。所以我話俾你嗰啲字嘅咋。特別伊講嘅係一句話，係你 line 出現啲都留意啊。我當然 already 會知都留意啊，我係對到手嘅咋。我係對到啱數數，一開到藍色嘅灰，我本嚟對到手，because 我 already 就講，伊講係一句話是啲對面，嗰時啲啲我 already 知㗎啦。你實成夠背，我未學背物件，我細漢讀冊啊，我背物件我死。你咧，隔30ปี後啲咧，你細漢背物件搞，呢啲冇背，你講得佢講，你困去，少。冇有時講你細漢讀冊時啊，我感覺到他當人冊人啊無法就要背物件，但是我當人無好就成日看，因為讀嗰咩唐詩300首咩幾百啊，我就讀到我就讀差。所以咱人嘅 mathematics 弟子規，弟子規，弟子規是後來嘅有嘅，弟子規是弟子規係咩嚟？係咩嚟？弟子規是另外一隻物件，古早咱人無興弟子規，咱古早是興三字經嘅。但弟子規是咩物件嚟？伊是報咩嚟？就讀師弟子規是報嘅物件。嚇？我唔知，我記得佢是念。哦，貴啊！你當點？你覺得解樣子裡面嘢就，actually 是無好嘅物件。安怎講無好咧？請問者。哦，來啊，咱嘅寫，嚟啊，咱嘅你面對嘅 teacher 嚟啦。我是30ปี後啲，咱嘅另外一個叫做 VV 娃娃嘅特別嘅邊出現嗰啲 Google Meet 嚟啊。Hello。VV 娃娃嚇，來，你搞主持嘛？咱當時咱就專業嘅主持啦。我搞主持啦，我感覺我想愛問嗬，但是講人無夾你聲咗好咧。白人咯。哦。嚇，真白人啊！即係自家好嘅 question，用零把。用零擺啊！伊不有 actually 有零 ，I think 差唔多30個號，3個號先呢。你不數一個。頂到當今人先做白過，有個34號4號4期啦，頂到嗰時大陸嗰就48號 L 啊，咁講。冇啦，笑咩 ？Double D，sorry，Double D。判啊！I think 這是 by voice 應該是真濟人會 consider 咯。人無數教你 voice 應該無叫你咧。所以特別你做。NH 呢啊，人應該會知你會 voice。我 even 馬路到 shopping mall 講話，成日有做 shopping mall 嘅announcement 下面啊，嚇啊，還是 maybe 有 launching ceremony 啊嚇，我到迄邊講話呢，都有人來找我咧。哦，你做呢個本是愛講有天賦嘅啦，天生本啦。即個物件無通練嘅喎，你聲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了嘅嘛。是啊，有貪婪咧，有貪婪咧。你冇，你講我白人，伊人是 DJ， 伊講話啲 radio 嘅時，伊嘅聲無聲嘅，伊變伊嘅聲 ，because 伊知講聽眾啊，款嘅聲，伊就變啊款嘅聲。你咁講，有貪婪咧 ，actually。我有一個singer 嘅 teacher，伊捌問過我學安怎開聲咪，因為我聲屬於較尖嘅聲，所以 over the mic 真正無好聽。所以你會練啦，一些用你聲特別易，假如淡薄愛練可以做一些較高啊，上面可能。
对，伊个开蕊，上个人讲开蕊拿后的声，哈那伊变做甲教的声，我无安尼尖哦。喂爸爸去學，來開，你哋有開腦嗎？開吹了啦，腦袂好開啦。哦，哇！誒特別嗬，媽，你特別，我係咪講？你講嘅是無像，你講嘅唔是人請你嘅。你講嘅是，比如話伊是做伊成個voice over 啊，還是蝦米物件時候，人係講無數有咧，你知啦 social media 有人看啦，哎呀你聲個歹聽啊，頂到邊咧學嘅咪是講我10年我插去死，所以講你聲查某型啦，輕就是查某型嘛，你咪聲人咗嘅。That's why 我係唔รู้，Vivi 我話見啲格人命嘅。啊，見知嗰陣有人命啦嘛？你講我係聲成個爛，你講我係聲成個爛嘅呢？你就係咯，我咪你都愛咁啊，你滿意啦。你無數咁慢慢聽咯，我也無學你聽，無係你嚟啊！你咪去管人，咁到底假如呢？明嘅。你會100個 fan 裏邊，跟住1年肯講話嘅啫，所以你唔想。特別人 complain 你嗬，特別你看無像本咧，你愛練咧，你做緊你練你是安裝好冇人愛講嘅，本是有通講嘅啦。你是上擺講嘅人線咧嗬，當然冇人講啊。我頭做時，我頭唔知嗰啲5年嘅時有人講啊。你報曉聲笑我聲查某呢啦，咩物件？我插小伊，你講，我聲都未變啊。有時我做一陣班人，自己成日都講，誒，頭禮拜講啊，坐得咪講啊。有啲人是食飽無事做啊，伊人是暑假懶。你講啊，我特別堅持用我自己嘅聲啦，對。對。啊，嗱，你看啥邊好啲，我嚟講講。愛聽。嚇，對。你愛假你聲做別人嘅聲，有咗伊人嗬，你只坎坷嘅你明白哦。就是咯，就是。你唔要一頭做你家己嘅聲，你講用你家己嘅聲，愛聽人聽，咪聽人走。我有 try to。你飄嚟，你知哦。對。你聲你飄，那是你對別人嘅聲，就是你對別人嘅飄，即係是你家己嘅物件，即係你嘅 distinction，你 base。對我嚟講啊，係明話，即係你嘅 distinction 係。特別你頭冇識話啦。你想我唔想食，冇想食啊，冇想等啊。OK，水啊！誒，了我會問看，你會查某你講做主持嗬，依家冇講兵，依條青衫嗰度青衫水，特別你對蝦米正興青蝦米衫，有成個講做 corporate event 啊，แล้วก็做成個講 maybe 把你 event 嘅時活動冇相是青冇相關嘅衫。對啊，成個做 annual dinner 前，佢哋 event 佢哋冇上點嘅嘛，所以 imagine 你那時你做 cowboy 點，我就係做 cowboy 嘅衫。哦。等你做上海灘，穿上海灘嘅衫。哦。你就我有幾條衫，誒穿爸爸娘娘嘅衫，等住，總之成個芭比島就掉啦。哦，誒，但我爸爸講就芭比島。我愛講一個 story 呢。嚇，講。即係這個 story 是幾年前啊 ？I think before MCO 啦。有一個 event 馬路個聊呢啦，然後迄個 event 嘅點嗬是 Oscar night 啊啦。then 我買青錢。Oscar 是你頒獎啊，你 Michelle Yeoh 啦，唔是你胡子隻先堂嘅 Oscar 嘅胡啊。Oscar 嘅點。先堂。Oscar 嘅點，成個。Red carpet 那看的啊，對，แล้ว一做 Oscar 咧，一個係做成個70年代嗰種disco Gatsby 嘅喺年代，所以愛我穿 bling 嘅衫。所以，然後我試下你是要包，有時無你衫是包請你做主持呢啦，你愛塔嚟講，幾錢都俾幾塔，你個幾都俾幾塔啦。還是讓我包你 costume 好咯。馬路嘅人冇啊，古早有。哦。馬路人減少。古早食菇，嚇食菇之前有budget，好咯 ，maybe 好咯700塊、900塊嘅貼路，好咯一比3嚇啦。馬路夾少啊。
特別馬路 because MC 嘅自己關啦，所以伊算咗爆到那邊。爆到那邊啦 ，OK。了嚇，了爛咗嚇，你講做 Oscar 了。所以我聽真正 sexy 嘅spaghetti stripe 了，真正底嘅罐咯。所以嗰就係邊頂有佢哋阿妹是有一個細波橋的喲。嚇，在我 hospital 入邊嘅嚇。嚇，食物件真濟人嘅。我嘛 on the way 轉厝我都愛抌啊，所以一個查某弄着我車。所以我嘛 highlight 伊，了嘛看伊，了伊個咪停車喎。了我嘛對伊嘅車，對甲伊轉到厝喎。了伊厝是到一路洞迄邊嘅，真遠，總之我是對甲伊厝，我直highlight 伊，上加識到伊叫伊停，伊咪停哦。了到去甲伊厝啊吼，伊是上加 high class 嘅厝啊，上辦過有夾係咪物件，所以我落車，了我看到伊北京伊車了，無我穿掉我嘅衫，我是迄種，你知迄感覺 first impression 吼，你感覺到。咁呢上個八個係咪？去做機咧，嚇，所以 exactly that's the words。所以我就係落車，แล้ว我看到佢查某，แล้ว我就甲伊講，Miss 啊，你弄到我嘅車，你使過來看我嘅車仔哦。我去叫伊咋？你知做咩啊？伊爆我。哎呦！伊爆我，你講我臭雞。哎呦！係，要正義嘅邊咯，喺平安節。So that is my life story where I kick and slap until 伊跪邊我青。應該嘅。So 伊 actually 伊爆我聲嘅，伊講我是 gay，แล้ว我無暑假聽啊喊嘅話嘛，然後我嘛爭伊頭毛踢伊。把伊 elbow 伊，做一掉架伊落頭殼 ，then 掉架掉波巴來哦。了。Because actually 你袂使到 Malaysia 你袂使到 public area 小拍啫。你到 public area 小拍吼 ，doesn't matter 你是拍人性還是你學人拍，兩人本是愛掉大鬧嘅，冇搞嘅啫。所以這個我唔知嘛，所以我嘛甲迄個嘛打，我嘛甲嘛打亂咯。我講，伊講我是 gay 喎，然後我咪擺啊。所以你成把路嘅，你把路你講我是 gay 嘅嚇，伊爆我聲，你講我是 gay，你我 defend 我家己嘛，所以我 defend 家己，我本真正唔對啦，我個叫伊頭毛個 elbow 伊個踢你，可以到啊，是。係，所以伊條個不來車，我係對面我車。你肯做阿妹？佢個巴拉是食明顯我拍伊啊，唔是伊拍我。Then 佢哋嘛打梅講，係咪屬路拍伊？拍個人喊，然後我咪計講個數。Then 佢哋就冇 insist 講我是 gay 喎。嗰隻係你嘛打講我是 gay 哦，嗰隻去到嗰隻睇哦，到底嘛打了呀？嚇對啊，都嘛打了有小拍。我忘記啊，就三十八號啲啊。所以我頭先講我已經未曉下面拍攝，未曉下面驚嘢啫。所以你啱佢哋查某嘅小弟來哦，大家對調伊來啊。所以查某嘅小弟就弟弟甲我講 sorry， 弟弟甲我講 sorry。你我講係咪數你愛甲我講 sorry，when 伊應該甲我講 sorry， 因為伊叫我 gay，又唔是你叫我 gay。所以伊硬硬叫伊姊講 sorry，特別伊姊咪講 sorry 喎。所以in the end我知道嘅 story 是嚇，伊姊嘅紅。外口有人咯。哦，伊想講你是伊紅。哦 ，exactly。So 嗬 ，from then onwards 嗬，我甲我家己講啊，伊媽咧喺3萬個錢啊。條本好條。對嘛？伊弄到你車啦。對啊。伊本講你是 gay。嚇 ，gay 唔是 gay 本，伊都唔對啊嘛。我是 gay，但係你弄到我車咯，就 gay。係咯。對啊，對。伊 hit and run 我做嘅一項真正無道嘅物件，就是我叫我嘅 MC 嘅 name card 嗬，掂互伊哦。似係
白頭超啊！我甲伊講，我甲伊講，你知唔知我是 professional on stage 嘅？對，我唔是破堂嘅機啦，我唔是破堂機啊，咋 professional on stage 嘅professional on stage 嘅機啊！你我個做緊一個真過分嘅，迄個媽打講講愛做阿段，我講你夾你 laptop 嚟，我寫好你個用。我而家是個記寫啦，不然嘅啦，嚇。所以我唔是迄種普通嘅機，因為我是機啊，我是會曉讀冊嘅機哦。哇！對哇，這袂歹本啊！這有影你講誒，即個都無想到吼，往時講會帶出來誒，即種誒代誌本是哇！我唔理這物件，我唔理這物件。依家係你媽，大家老是記得唔是伊有咩字啊？我上邊就係伊唔理佢嘅，不辣咗，不辣咗是人知啦，人教嘅人嘛。伊講咩？伊不是講不辣咗本啊？伊會曉啦。哎呀，冇啦。Because 我 already 講 explain 出來啊嘛，嚇我 already 用阿嬷用係嘛講嘅啦，she call me prostitute you know。哦，伊甲你講，伊是甲你講用福建話，是甲你用阿嬷話是啥物話甲你講？伊用福建話咩話？伊媽你都假啊！你喊下咧就叫我頭毛，哎好咯。一般是無教養啦，教養嘅查某袂按款叫另外一個查某來個人做咩？但我明白呀，當伊講，伊甲伊昂嘅 motivations from 伊昂嘅 baggage 嚟。要去擺昂啦，就擺白人。就是咯。查某就是係你嘛，查某就是你嘛，伊昂啲個口有一個生意啦，伊是見查某，就伊無見家己昂嘅。我是講我係昂頭先。No such thing. Because 你按去吹人嘛，都唔是 like 一種下未按。伊按教因就唔是遐你查某教因對。對，你按 break the vow，唔是迄個查某 break the vow。YouTube 你按何你 promise 講我甲你教因，迄個查某過何你嘅 promise，所以你愛攞你俾攞你按 break the promise，你按 betray you。YouTube 有 David 家是講，Oh I love the gay sharing 。我講故事，我聽你唔知笑咗就係咁死啦，唔知是唔是揾唔到嚟 listener 嚟咗。嗰陣有一樣起嚟講話，好熱啊！我聽到人講嘅一條啊，你就做 gay 啊，你拍人嘅講，我嘛是可以拍一個查某咯。特別唔敢講嘅啦，抱歉，你唔敢出嚟講嘅。後貴那是迄個，如果學人咩，你解嚟講，你按咗借你本車袂着啊。好啦，借你本車袂着，你解講。特別會喎。我有讀車機咧。你解幾嚟除話，未必車掉話。我係你。not only 你讀車機，你嗰是有名聲嘅機。哦，有名機啊。對本。有名聲嘅機個。聽不聽無？解講。特別好，你講你點嘅呢？嗬，打波嘅衫本是穿嘅前橋本穿嘅，你suit幾條條呢？你無對點嘅咩？應該有嘅嘛。成講你哦嚇，我怕做。你嘅嗬，伊人 invest 嚟中國裝哦。哦。啊，你為阿龍話事哦，最嘅你 invest 嚟中國裝嘅。係你先正情嘅一種啊。唔是唱歌，中山裝，有就興情嘅呢個孫日先呢，孫日先你個小。孫日先上咗嚟，時候我特別先正情嘅嚇。冇啦，你孫日先是 uniform 嚟，一 forever 是情嘅時候一起蘇珊嘅。我 search 過孫日先一直成日係你金正恩時候，對啊，啲 North Korea 迄個鬼子情嘅衫。一成上次套衫嚟誒，哦，一隻係冰嘅衫咧，嗬，唔知，一時長超位係啦，要料係啦，攰頭就一個麻雕，哦，嗰啲中婆嘅衫，唔是中婆，做薄條嘅衫，薄條嗰啲哦，依隻興情嗰啲衫，依隻就係嗰陣衫 OK 嘛？冇啦，就是講，我想講一個，嗱，這裡咪是3日先至看。上打波卡濟，安尼肯係 investment 呢，冇濟。韓國唔上咗，韓國都跨樣想做一個嘅 traditional 嘅啦，就講即係成個動山咯，即係我中秋嗰時先正是樣嘅節目啊嚇，打波是 forever 穿骨白帶嘅哦。哦，你打波就俾錢嘅，韓國打波會穿韓國嘅呢度。哦，
啊，真奇怪。我想你講一個生日生嘅衫，就是我真正係穿嘅啦呢。有時咩？你係是冠嘅咩？你是你冇係衫，我講係衫，唔是冠是我穿換嘅咯。嗰陣時叫唐裝啊，Mandarin 係唐裝。日本係 actually 當然就興嘅當劍。中山裝啊，唐裝冇成嘅，唐裝是 silk 嘅，中山裝是薄，冇成嘅。哦，OK，你是薄，你是 silk，OK。啊，silk 你是較貴嘅，中山裝是較便宜嘅。哦，純日式嘅 uniform 是較。等到 Malaysia 嚟講是個價值嚟 investment 就是價值條百地咯，所以你講你 MC 哦，試幾試來試去，伊個百地佢是常食嘅啊。會食嘅，會斜斜。Because 嗰陣嗰陣是用碗膠嘛，你馬來人是用碗膠嚟泥啊，泥食。知道我對嘢時，我哋買一條條對嚟。當槍因為白地，請你講咧，請你講特啲有人看咯嘅，我哋講。Oh my god！我同你講，你買你白地嗬，誒當然有隻 modern 嘅白地，一卡地筆嘅就換你確確碰碰剁剁掉嘅就。對。特別當然我個輕碰碰咧，當然一隻 oversize 了我俾講你啊，我俾講你出場嗰時 make up 係咪自己做，還是請人？我呢邊嘅啦。頭毛叫人做自己畫邊咯。哦。because 所以頭毛食長，我自己別識到。OK。usually 是幾年event 嘅話，人嘅 hairdresser 應該有安排做好咯，本嘅嘛就。冇，佢只 MC 啊，冇踩到嘅啦。哦，你自己自己。我嗱曬就派做本啊，即朵冇應做啊，講你搞嗬，要執生嘅咯，你唔自己搞掂嘅咯。我是感覺到唔知啦，我是感覺到冇咩人 appreciate 呢種嘅。我古早啲邊陣時我冇做嘅加拿大嗰陣，因為實在你可能之後做嗰個 A 都叫佢哋 PEC C 去 C 被刷車啫。啊，係咧，仲有就咪叫落車咯嚇，北京 Mister 就你 PCB C 去 C 被車主啊。特別這是應，阿咪你做啲報告咩嘅是應該，是講往時我是感覺到樣好，樣是成個冇係咪 appreciate， 實講 appreciate 就是講樣冇咁出類咯就，成個講哎呀真慘你應講啊自己嘛，你其實啲大丁嘅結夾嗰陣，你幾個結夾嘅嚇？只人感覺對講 MC 更加會嚇，開出講話呢。冇，你愛做古燈，你特別 really truly love the profession，你若是冇 truly love the passion，你做別古燈。我咁派做即度，因為啊，你特人啊，有人想，哎呀唔知啦，我感覺你特別，這是成成你有隻打甲有隻個才調嗬，你個會做到即度嘅物件。but then 啊，你做好你朋友本身話你袂使買少女，你特別有一個意思嘅，你袂使買少女，加一個紅包200塊嗰隻，袂使買少女嘅，特別少女嘅。哦，但係你 friend 我咪呢個紅包嘅啦。啊，不過你 friend 啊，有陣時你就係你只姐啊，係你開係咪做微博店開係咪店本好啦？你朋友店嚟到嘅，你 expect 你請佢姐，然後唔做生意嘅。哦，誒，佢話邊咧？佢就想都掉你 artist 啊，因為除 artist 啊，除啲表演人嘅字名裏邊做過啊，係啊 exposure。係啦，就是我就講你講啊咯。二兩蚊鐳啊！有人是安尼看咧，你做這。是啊，但係你講咧上邊好啲，你講成個樣拍派 market 嚟啊，有嚟啊，樣是。試下出來啊，唔試下出來，了嘅只拍嘅，了是變做 market 做派去咯，了變做人冇 appreciate 咯，我冇嗰時做 cheap 嘢咯，就是特別都未貴啦，冇喎，人要吹物件，要吹背脊喎，了我是感覺到迄個正有鐳請來嘅人，佢要吹第半嘢，迄個個是做唔到嘅。冇啦，即係世界就是安尼，你看你 intern 咁樣做工嘛是冇鐳嘅。It's for the experience。你愛學功夫嘛？你特別。就是隔兩晚是本人哋看上，特別你學功夫是另外一本掉。特別你有陣時講 talent 是講唱歌、表演、做主持，人哋看你物件跳舞係咪物件？一樣是看無嘅咋，一樣看你無嘅，人哋看你講。即特人咪講話，特人咪跳舞，特人咪唱歌，所以咪唱咯。了，關你濟人啊。有啊，什麼？哎呀，我有機會啊，辦嘢，免累我們去做，你看咯。冇，audience 啊是種，audience 就是冇 taste，audience 所以咪請好嘅嘛。
對啊。伊若是好嘅 audience，一定就特別請好嘅，啊無伊 audience 未來。了人做呢，可能人個就無法啦，往時要食飯。但係實在本是好啊，講3倍好啲。伊家己個拍，伊家己個做，剛剛或者是 extra 物件，所以你買咯。是哦。你看好勁。I don't，我無需要你試我就對啊。但所以我同你講，我哪聽，定到我時講，哎呀死啦！我那時講特別對馬來西亞，我要做工，我要出咩工？我當今做啲工，對馬來西亞咧是就咧囡仔樣做卡搞佢話個，所以當今我那時要對馬來西亞，我要做咩咁樣？因為我一 battery，未必用錘吞你做主持。哇！當然聽到你講我買都咁寫。雕花，雕花。我去雕花咪就雕花課本啊。去嗰邊店咪唱歌雕花嚇。我看你古早唱歌嘛是，有個人是愛記咧 studio 唱歌，有個人咧打餅咧紅光去嘅，有一個機會去唱歌，一個歡喜啊！我一度會慢拍低嘛，有個人。特別我問你3倍好啲，你有成日講有我看過咧，成日唱歌參做主持參起來。有啊。就讓個表演個做主持。拍行整嘅人，我係人就人嘅啦。我是你本地啊，梅啊，梅本地。咁樣面我嚟爆山爆海。幫人啲都冇咩。我係梅依地暑假做嘅 event 是行裝嘅 event。OK，and they enjoy。they enjoy 做呀。I think 我較適合做 annual dinner。我係真正少。老咗嚇，你去你 annual dinner 人，佢會暑假按隻種嘅老咗。嚇對，伊人會嗨啊，伊人會，嗰時人放輕鬆啊嘛，伊人來 annual dinner 是來 celebrate 嘅嘛，伊人幾年無應噶穿噶，然後呢 annual dinner 是來夾獎啊，來 celebrate 嘅嘛，所以伊人嘅心情會較無相嘅對。對，即係老咗那款啦，比如像我講，你係咪嚇？那是只講我會計暑假迄種會互人看咧，目睭會拖出來迄種嘅 event 啊。For example， 我做過一個完全番仔話 event。So when 你期待是人看你無嘅。So when 你講話是啊，人跌眼鏡啊迄種啊。So you prove yourself 啊，嚇。迄種 event 嘅達咯。但我未聽你就講用番仔話，用馬來文講啫。成個開就係咩啊？3歲打出嚟咩？等半嚟講嚇，講咩？嚟 Salam sejahtera tuan-tuan puan-puan. Apa khabar semua? Selamat datang ke Penang Hokkien. Kali ini kita akan bersama-sama dengan anda malam ini untuk bercerita sikit mengenai cerita hantu. 計算。我啲記報到 EA Facebook 啊，你講嘅你自己是 Diamond Stars 啊，係你 Oscar。你看啲衫啊？你最近嘅啦。最近嘅啦，唔係你最近啊？冇啦，就應該 before MCO 嘅事嘅。before MCO，OK。我名情嘛，所以度可能叫記啊，你講啊。情馬所能叫記。本時本可能30倍好啲嘅數，本能講到記。對咯。唔使個水就。夾流出來啊！你知哦，伊成個流出來啊，係你個白白啊。你人看啊，哎呦，下邊 ，so from that onwards 我自己教我自己講啊，未使請人嚟食屎樣嘢。你冇錯本啫嘛，你自己家請咩衫，人嘅吹。冇啦，成個 event 啊，成個尤其是去 event 嘅時間，嘅落看到你嘅衫咧，成個你是平常時係講你無浪，伊查某無浪路嚟講，你就無代志啊嘛，對，伊是查某浪路嘅好，你浪。起碼大了啊，是佢亂咧，是夠大志啊嘛。你就是講一趟火車對厝嘛無事啊咯。所以變做咪都麻煩咯，成個 after event 佢換衫咯。嚇，我早時冇換衫就對厝啊，免洗衫就。而且見咩亂嘅就聽到啲聲，而且一個because of 物業，一個波咁啲上邊嘅嗰種。嚇？呢邊嘅波咁啲上邊。呢個包夾咗隻尖質上面嘅嘛？哦，是咩？有呢隻會唔會呢隻胯是姊妹咧？包咁啲嘅枝人啊，咁啲嚟嘅。
对，有呢，我哋上邊。我按照你在多錄幾回？同埋講吧，伊明你試集，哦，OK，我嘛想，你未試入過呢咩FD，kalau lang係 FD 啊 FD 上面 fixed deposit。 ，fixed deposit，哦，當解啫，收掉了。 40回哦，40回 start FD 哦。我actually 我冇 FD 嘅，我是頭哇！我 FD 渣到笑啊！喎，咩事就會咁笑？我冇 FD 嘅，我是一頭咧，我係 cash 嘅啦，我幾回就是殺出來咧，49嚇，冇媽仔個明年50歲咯，我梗係歡喜我梗係未等嘅明年50歲。我冇 FD，because 我係 senior discount。你我不愛。哎呦 ，OK， 嚟後尾一個你感覺到做這道啦，人第一無明白你嘅這道工嘅是蝦米物件？好，你解釋給我大家聽。誤會你做這項工嘅物件是蝦米？啥？大媽都講嘅咯，一人感覺到講做 MC 是真閒啊，其實是無你頭腦有閒啊賺真咩？若是頭腦轉無夠咩，你未反應過來啊，你 catch 袂到你 audience 嘅 response。Number one， 你轉袂到 next program then 你變做成個你着看，然後你話着看啊，變做真正袂爽去，不當 steam 去哦。所以這個是真濟人誤會講，哎呀真閒嘅工。咱個一項真濟人 ，I think over the world 人本有 certain expectation to查某嘅 MC，所以伊人感覺就講查某 MC 都愛身材水水啊，人慣慣啊，目睭大大蕊啊，頭毛水水啊，愛穿甲水水啊，嚇啊。But actually 我感覺就，is the brain 啊 ，is not 身材咯。對，感謝你甲我講，因為啊，你睇咩事啊？真濟人感覺就講真應做，因為你做好嘅主持人嚇，看起來真正應嘅。所以你若是講，你若是叫你無好嘅主持去做時，你個才講，哎呦，安怎伊成啊，只鬼名成啊，哎呦，看呢，無順啊，你做好嘅時接落去，哇，一個 event pro 一個 program 接落去骨呢，爽爽，所以變做人無邊條是人唔知嘅。伊看你做爽爽咧，你個講話個應開喙就講順順咧啊，你人咪成講只應咯。actually 無講就係嘅做 MC 真係濟物件 prepare，成個我感覺到講做 MC 其中一個 tricks 啦，會使甲人 share，就是你會氣愛真好咯，你會氣啊，你會氣 ，because 有真濟點聲，你都愛 control 你 voice，then if let's say 講你袂記呼吸。真正坐到 on the stage 嘅時，你咪會 catch 到你嘅呼吸聲嘅，係呼吸聲。So 你都愛 control，but at the same time 你嘅話有可能你 sentence 會真長，所以你氣若是無夠好嚟講，你袂 finish 你嘅 sentence 咯。So 我愛做真濟 exercise，like for example， 我爬山，我有游水。所以這個是其中兩項真正好 exercise 去練氣啊。所以when 成個in 檳城來講，應該是無人會比我安尼長氣啊啦。成個我愛做 wedding 來講，我會呀。飲成隻長嘅嗬。嚇，對。所以這是其中一個 way to 練氣啊。if 無來講。你袂講個了，你 sentence 了，你 voice 袂 stable 啊，成個 at the end of 你 sentence 時變做你 voice 成個真正準了，變做是嚇，so 但你會加多聲講話，本來是你話做主持人啊，成個有陣時人叫咧就就 volunteer 去做主持，誒，講我先 ，OK，thank you。是啊啦，然後可以 audience take over，而本都特別只加嘅嗬。對。幫大拎起啊，滾安尼嚇出來安尼。做小啦，I think one thing is你愛看你家己 as entertainer，你袂使看你家己 as controller，成個真濟 MC 感覺就講伊是 control， 成個 control 規條嘅人。特別其實你唔是，你是一個 entertainer 啊。特別你唔是 control 啦，特別你用 entertaining 嚟
你搞咯，你用這個辦法是唔是？講我嚟 control 嚟，你做咩隔人？伊是做喺 indirectly control 咯，你唔知呢，你看。所以你袂使感覺就講你 in charge 㗎了啊，成個你都愛聽我話，特別順風，嚇，嚇對，特別對，特別有 adapt 咯，上度講呢，其實係咪正興要做係咪物件，要講係咪話，其實要轉者嚇，即係換這呢塊，哇！特別真串滿了我啦，上度款做嗬。嚇，其中一個 event 我捌到過真少嘅，就是伊。無對 program 啊，伊啥應該是伊個 dancer 袂來啊。so 啥其中一個 dancer 走去幫曬袂來啊，係咪物件？so 伊個規個 group 嘛袂跳哦。so 你個 time 已經夠你期待跳舞嘅喎，特別你無調喎。so 你在迄個 organizer 甲你講咩啊 ？keep on talking，keep on talking，keep on talking。你迄個點寫真正成個零八喲，講嗰啲物件。because 你冇講嘢，你叫我講。你真係有講呢？伊係實錄音車咧，我心裏唔使講 continue 講。我就是笑咗阿 John， 會知講continue 講。哎呀，唔要緊啊！那時我做主持嚟講，我就有係賣呢個仔經。唔係，佢continue講啊！那個補隻，嚇，毛菇嚟MC 嘅 motivation talk host 有 any difference 哦 ？Of course 啦。Of course 啊 ，motivation talk. Come on, you can do it. You know you can do it. Come on, I'm very sure you can do it. 啊，你人，哇！有嘅淡薄 entertainment 啲入邊啦，會使本啦，會使有嘅 entertainment 本 ，motivational speaker 你都被 engage 人本，特別冇想咯，我感覺就，你是 motivational speaker，你去後邊是人已經明白講，你會安怎成日拖掉樣子去啊嘛，然後你去 MC 啊，迄個人有個人買聽你講過，你知哦。然後如果就拖參樣成個鼓呢，拖一人去你知哦，你個袂使硬別樣，個咪聽你喎，所以你被 entertain 樣啊，慢慢聽樣嘅心，來行，用你拎嚟喐，上個 annual dinner 喺成日講嘅個 motivation talk。Because 人去迄個 event 嘅人already 在講，我 objective 去迄邊是愛着 motivate 嘅，是愛着把愛着 motivate 嘅。特別去 annual dinner 嘅人無 expect 講伊着愛去迄邊做啥物嘅嘛。So for example maybe annual dinner 嘅是 for 啥人有迄個 fashion show 啊，嚇講best dress award 啊面嚇嘅物件，所以你愛叫迄個人出來嘅是，但是伊穿甲真水，特別伊咪起來哦。所以亂咗做啊，所以都愛去看伊啊，是愛去請伊啊。所以我 normally 我會做嘅，就是嗰啲一個 tricks 啊，會使教人 share，就是before event 呢，我會先到個口甲迄個來嘅人，先介人面個先。可以白你淡薄了。嚇，我會 select 幾哪肯甲住小嘅。So for example normally 有幾哪嚟打波啊，伊人甲住小嘅對哦。然後你會agak伊人坐到咯。So when 你講話 on the stage 嘅時候 ，they are your core audience。所以你會看到伊人咧 ，you will know that 伊人哋都 respond 你就對啊。你解淡薄識淡薄啊，是 at least 要成啊，等你到啲 audience 已經有成 embed 幾那裡 audience 講伊係時啊，有甲你有 respond 咧，是樣對 maybe 成個 motivate 一邊啊人甲了啦。make friends 咯，係邊是其中一個 way 咯。對 motivation speak 即邊嘅 session 本都愛做啊，呢物件對。OK 啦，咱小蛋啦，即刻下掉後尾就小妹妹咯，你做安尼款嚟講，你是特別會吐咩 ？Yes。所以未吐咩，人未做咧。特別你往時你是做 event，你是下晡本嘛，是講。你做啥 annual dinner 係咪物件較就是啱咩吼？對，特別馬路這幫 annual dinner 無超過11點半咧 ，because hotel charge 嘛。OK。So 你 program 按咗4分就11點半之前了。你見到嗰隻細行呢？嚇，你聽人拍起來啊？咪隨便條媽咪啊，隨便條媽咪。媽咪做工。
媽咪去做機嘅咩？好，去做機。I think 我做一個真正對嘅物件，就是我 train 我嘅 family 咯。安怎 training？我 train 我嘅翁甲 acceptable when 你播出去，甲搭播出去，還是去啉酒啊，啥物？你知講 I know how to 這 take 是你 care 八 of 日你 myself。講哈。part of 我嘅工啊哈。Then I train 我嘅囝甲 confident。所以伊人家己曉帶厝，伊人家己曉做物件。even 伊人出去 meet 人，若是有人來 meet 伊人，阮好伊人無驚死阮咯。所以細細漢 I train 嘅咯。OK，但我講這是後尾一個，特別我個一個正後尾一個，就是你食物件咧，你袂使做主持，是你個袂使食啥，人講dinner下來講下怎？我做過一個真錯嘅物件，就是食。McDonald 嘅 ayam goreng pedas 啊！哎呦，你有走去幫曬啊？對，on the stage 是流簽歌。哎呦，可是成個報告唔對 Chief Minister 呢？對，特別迄個是靈魂無佇啊！即個是而家成個愛流屎啊，嚇啦嚇，所以你規身軀流汗嚇呢物件。你買啊，無法度啊！嗬。Normally 我會 advise 成個 if let's say 你愛只愛 go on the stage，就係講迄個是 big show，還是你今日就講你家己會 nervous 嘅 show 嚟講咧，是第好咪食上濟水，免放酒，咪係免放酒，等咪食上濟會做你幫曬嘅物件啦 ，for example dragon fruit 啊，還是甲 fiber 嘅物件啦，所以我會 normally 食落地，所以。even 啥我做 MC 當時空白幾暝啊，阿妹過來食 supper 啊，所以真無準時阮嘅啦當時。本是解喎，個人講嚇，無成個無影嘅人講，你講影嘅佢出嚟做，我空考我等聽都唔敢咯。感謝我人嘅38號啲，是講人要請你做主持咧，安怎請你啊？你有網頁啊、website 啊，還是安怎會找到你請你？貴關鍵請你？免關鍵找我啦，人找到我啊，我是Joanne啦，Joanne 係咩？Joanne 係咩？蛋別怪教講話，只教蛋嘅數，是Joanne 蛋麵蛋，跟他蛋嚟啊！感謝人嘅主持，今日跟人講話，感謝阿龍介紹互人一個主持朋友，因為是教教。真正老抓，兩個係白掉嗬，個白掉嗰隻做主持嘅考成裝都就，咱看特別錄影嚟這裡，無考啦，食學醫嘅 actually，食學醫嘅無考嘅。老抓啦，你講咩阿龍 ？enjoy 做嘅物件咯，阿龍，啊講咩？有影嘅未？冇，伊只 enjoy 做物件。你錄影你就嚟 club 我上班啦，我係使啊，啊， OK 啊。會使，往時人看咧，往隔咗是一百喙講話，是講我冇攤鐳呢，你有鐳攤，我冇鐳攤。開房我家己主持咗都不得家己開房啊，家己主持。係使哦，係字名。會曉醫啊，我未曉醫 clubhouse 啊，把你會曉醫啊。係啊，我開房咧就往上開房咧，即係你講及時候就使咧嘛。少。喂，太快聽啦，開房。你都quite好嘅，你就我 networking quite 好本嚟就，但係佢就係住講都做嘅啊，下路嘅陣時下都教人講，就估冇開白啊嘛。喂，麻是講緊派聽嚟，你都做講啲硬講咪教人講。感謝啦， Thank you，感謝。了各位聽眾。禮拜咧再見，佢講冇上嘅新嘅話題。禮拜再見，拜。到底 YouTube 嘅朋友，若是你人頂一禮拜無看，episode 到這邊為止，了這邊伊講為第一定看定聽錄音嘅時啊，現在錄音是通知你第一集正，然後佢會往把你放新嘅 episode 時佢通知你，感謝，禮拜再見。